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移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如果大家有睇到上一集呢，我就分享咗啦 BNO Visa 呢用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呢，點樣去 scan 嗰啲文件嘅。因為 scan 文件呢都有嚴格嘅要求啦，同埋佢嘅方式嘅。咁如果大家未睇呢，就麻煩大家呢去翻睇我上一集去講嘅點樣去 scan 呢個文件嘅。而我上幾套嘅影片呢，都同大家分享過呢，點樣去處理一啲文件啦，點樣去執拾你嘅文件啦，同埋點樣去scan 你嘅文件啦。因為呢兩個工作呢，都係需要花好長嘅時間，好大量嘅時間去做嘅，同埋亦都可以提前去做到嘅。而今集呢，再同大家分享翻呢，用 BNO Visa 呢，點樣去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咯。因為我哋申請永居呢，需要喺官方指定嘅網站呢去提出申請嘅。而申請永居呢，可以喺我哋Visa 到期之前嘅28天去申請翻永居嘅。因為避免大家計錯咗日期啦，咁我就建議大家呢，最好喺 Visa 到期日之前嘅25至26日提出申請呢，咁就比較係安全啲嘅。喺影片開始之前呢，同大家戴翻個頭盔先。本人並非專業人士或者係專業嘅移民律師。本人所分享嘅內容或者係資訊，純粹俾大家係參考嘅，並非法律嘅意見。所有嘅申請提交嘅資料呢，都必須要跟翻你自己個人嗰個實際嘅情況去提出呢個申請嘅。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喎，我有好多有用嘅資訊呢係分享俾大家嘅。如果大家鍾意我嘅影片呢，請俾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喎。我有新片推出呢，可以盡快通知到大家。今日呢，會同大家提早分享翻一個內容，我相信大家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啦，同埋一個都係喺申請過程裏邊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嘅，係點樣可以能夠攞到快證。因為喺網上邊申請永居呢，標準嘅批核時間呢係6個月嘅，而你攞咗快證呢，咁佢個批核時間呢就係5個工作天嘅。我想同大家解釋多少少嘅內容啦，俾大家容易啲去理解呢個快證啦。其實我哋用咗呢個快證去申請永居呢，佢個批核嗰個時間呢係5個工作天嘅。但係呢，佢個批核嘅意思呢係可能係佢會俾翻你一個回覆，或者可能你需要提交另外一啲文件呢去再審批嘅，或者係正式去批核到你個申請嘅。又或者可能係 Home Office 咧睇到你個永居申請之後咧，就覺得有啲疑問啦，咁需要再向你進一步嘅諮詢啦，或者要求你提供翻再更加多嘅文件咧，去證明你嘅申請啊。咁所以咧，佢就會喺5日之內咧覆翻你，要求你提供翻佢哋需要嘅文件，或者回覆翻佢哋嘅問題。因為我估好大部分嘅香港人啦，都好想成功攞到快證去提出呢個永居嘅申請嘅，因為可以喺5個工作天裏邊咧，就知道自己嗰個批核個結果啦。咁唔需要話等2-3個月啊，甚至乎等半年啊，先知道嗰個批核個結果咯。而今集呢，我同大家分享翻呢我自己個實戰經驗啦。點樣可以攞到3個快證去提出申請呢個永居嘅？如果大家呢睇咗我自行申請永居系列嘅第1集呢，我都同大家分享過呢，我曾經係3次攞到呢個快證嘅申請嘅。關於呢個快證嘅數量呢，大家都係唔知道佢嘅數量有幾多嘅，即係話你唔會睇到佢個快證嘅數量有20個，還是50個，定還是100個。你去申請嘅時間呢，係完全睇唔到個快證嗰個數量咯。而我知道呢，呢個快證呢係受好多人嘅歡迎嘅，好多人都會希望攞到呢個快證呢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嘅。
而我申請永居嘅組合呢，係以家庭為單位嘅。我係申請嘅時間都係2個大人啦，加1個小朋友呢，去提出呢個永居嘅申請嘅。咁所以我就成功攞到3個快證呢，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而關於快證嘅服務呢，係需要額外收費嘅。每一個申請人嘅快證嘅服務費呢，係500磅嘅，大人同埋小朋友呢個價錢都係一樣嘅，以申請人為單位嘅。因為呢個快證呢係好受歡迎嘅，咁除咗香港人之外呢，其他國籍嘅人士啦，或者其他簽證嘅人士呢，去申請永居呢，都好想用呢個快證呢，可以快啲批核到結果嘅。咁我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咯，我就係用1秒去撳咗呢個快證之後呢，就用1分鐘時間之內呢，就完成咗呢個快證呢個交易嘅。因為當你攞到快證嘅時間呢，會跳去另一個頁面呢，就要進行呢個付款嘅程序嘅。咁最好就快速啲完成晒呢個付款嘅程序呢，咁你就可以成功攞到呢個快證。所以呢，我就用咗1分鐘嘅時間呢，去完成晒整個嘅付款程序嘅。而付款嘅方式呢，你就可以用呢個 debit card 啦，或者係 credit card 啦，即係信用卡付款都可以嘅。因為係需要提交3個嘅永居嘅申請啦，咁我就分開咗3日同一個時段呢，去攞呢個快證同埋提交呢個申請嘅。因為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啦，只可以接受1部機去登入你個戶口呢，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嘅。即係話我只可以用電腦啦，或者係 iPad 啦，或者係 notebook 啦，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嘅。我唔可以同時間呢，用電腦、用 iPad、用 notebook 呢，去 log in 個戶口呢，去提交申請嘅。因為係需要呢攞到3個快證呢，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嘅。咁所以我就分開咗3日同一個時段去攞到呢個快證，去提交到永居嘅申請。因為當你成功攞到呢個快證之後呢，你仲必須要完成晒整個嘅付款程序呢，先至正式確實你係真係可以用到快證去申請到永居嘅。如果你喺付款嘅程序出現咗問題啦，或者不能夠完成呢個付款呢，咁你個快證呢都係攞唔到呢個快證去做申請嘅。因為一個人同時間喺2部嘅電腦上邊呢，攞到呢個快證啦，之後要完成晒整個嘅付款程序呢，喺時間上邊呢係唔足夠啊。咁當你不能夠完成晒整個嘅付款程序呢，咁就唔可以成功係用呢個快證去申請永居啊。如果大家成功攞到快證啦，請大家用1分鐘嘅時間呢，盡快填清楚呢個付款嘅資料，進行呢個付款咯。成功付款完成晒整個程序呢，你就會收到一個email 通知呢，你係成功付款，亦都可以成功用呢個快證嘅方式呢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嘅。可能好多觀眾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嘅，如果我想攞到2個嘅快證，同一日同一個時間提出呢個永居嘅申請，又可唔可以呢？咁我個答案呢可以答返你啦，其實係可以嘅。你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呢，喺同一個時段攞到2個嘅快證呢，可以同一個時間呢提出呢個永居嘅申請嘅。另外呢，政府公布咗一個新安排啊，由4月8號開始呢，申請永居嘅人士呢，可以唔需要去簽證中心呢進行呢個身份嘅認證，即係打指模同埋影相嘅程序嘅。咁進一步點樣去進行翻呢個認證呢？咁要等翻官方呢再公布翻係會用咩方式呢進行呢個身份嘅認證嘅。我會繼續分享呢更多有用嘅資訊呢係關於呢個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嘅。咁多謝大家收睇我影片啊，拜拜。